如果惡性通脹同經濟蕭條同時出現，聯儲局係會加息定係減息呢？美國6.5萬億美元嘅債務喺6月就會到期啦。如果美債爆雷，我哋手上面嘅資產係咪會化為烏有呢？自從特朗普關稅之亂爆發，美匯、美股、美債形成一個好罕見嘅股債匯三殺。依家特朗普改口，又話同中國談判有進展啦，但係我哋睇到資本市場反彈力度都強差人意嘅。過去一路被投資者認為最穩陣嘅美國國債，喺市場咁波動嘅時候，並冇發揮佢避風港嘅作用，反而出現咗一輪大暴跌。咁樣係咪暗示資金對美債嘅信仰崩塌緊呢？更加恐怖嘅係，依家美國6.5萬億美元嘅債務6月就集中一次過到期啦。如果到時真係違約嘅話，一定會導致全球性嘅金融地震。但係呢種災難發生嘅概率到底大唔大呢？其實我睇到好多中文嘅自媒體關於聯儲局點樣去處理呢啲債務呢，係講錯咗，或者係講得太誇張嘅，可能亦都有啲自嗨嘅成分。但係如果我哋真金白銀用錢去投，用錢去操盤，唔可以單單睇完一個同自己立場一樣嘅觀點，愛中國嘅就講句哦，中國贏咗啦，愛美國嘅就嗌一句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嗨完就算。呢一條片呢，係我嘗試想比較客觀咁樣推理市場上面一啲大操盤手啊，或者係大資本嘅思路，包括聯儲局、美國總統同埋大資本家，去同大家講點樣去避開呢接落嚟有啲大崩盤嘅時機，甚至捕捉一啲洗牌嘅機會，喺適當嘅時候恐懼，同埋喺適當嘅時候我哋點樣去貪婪。首先大家要知道一個定律，只要市場預期未來債息會升或者係 keep 住喺個高位，股市就唔會有運行。因為無風險資產嘅回報都足夠咁高呢，啲資金就唔想 take risk 去投入股票噶啦嘛。近期美國國債嘅債息咁異常咁樣去攀升呢，主要係因為特朗普嘅對等關稅所產生嘅連鎖效應。美國對多國祭出咁強硬嘅關稅政策，而且有朝令夕改，令到全球各國都開始質疑啦。美國嘅經濟同埋同盟究竟仲靠唔靠得住呢？好多公司都唔敢再做一啲長期投資。我點知你今日講完 A 之後，聽日會唔會講 B 啊？而金融市場都對美國國債呢標籤自己係一個無風險資產產生懷疑啦，係咪真係咁無風險呢？所以美國國債出現自新冠疫情以嚟最嚴重嘅拋售潮。截至今年年初咧，美國債務已經係超過36萬億美元㗎啦。對比起2019年嘅23萬億，呢個數字足足增長咗超過50%。其中一個重要嘅原因就係新冠疫情引發起經濟衰退，令到美國政府採取咗好大規模嘅擴張性財政政策，包括減稅啦，向政府同埋個人提供資金嘅援助啦，同埋大面積嘅補助民眾等等，令到財政支出大幅增加，需要大量嘅借貸咧去支持呢啲政策。不過出嚟行始終都要還㗎。單係2025年美國就有9.2萬億美元嘅債務到期，但係單靠財政收入咧，絕對係還唔到咁多錢嘅。而美國一路用嘅招數就係借新債還舊債。問題就係到期嗰9.2萬億債務係美債利息好低嘅時候借㗎，當時利率係不足1%。但係依家美債收益率係接近4厘美，但係你發新債你係一定要有呢一個數先有人買噶嘛。你要知道單係1% 嘅利率差呢，你就多出大約900億美金嘅利息，利差4% 就係3600億美金，只係支付利息你就相當之頭痛啦。喺呢個時候，如果聯儲局想壓低呢一個美債收益率，佢哋有幾種工具可以用。最經典就係印錢買債，專業啲嘅名詞就叫量化寬鬆。
美聯儲可以透過直接買美國國債去推高個債價，令債息下降。例如喺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呢，美聯儲曾經係透過直接入市去買債，同埋向銀行提供低息貸款，去幫呢啲銀行解決資金周轉嘅問題啦，同埋直接喺市場上面投放流動性。另外，我都見到有網友問啊，聯儲局會唔會用扭曲操作呢一個工具去調節債息呢？其實扭曲操作咧就係賣短債買長債。喺2011年呢，美國嘅長債相對短債嘅息率係高咗好多嘅。2年期嘅短債當時係接近零利率，但係30年期嘅長債咧係高達4厘幾嘅。主要因為美國嘅赤字啦，同埋歐債危機等等嘅問題，令到市場對美債長線嘅信心好低。但係當時出現咗一個問題，如果長債收益率好高嘅話，就會增加政府同埋企業嘅長期融資成本，影響企業咧做一啲長期擴張嘅意願。所以當時聯儲局咧就透過扭曲操作，賣短債買長債嘅方式去平衡翻成個債券市場嘅結構。依家特朗普第2次上任以嚟呢，雖然美債收益率飆升得好勁啦，但係長債同埋短債差距呢，依然係屬於喺100個基點嘅正常範圍以內。呢一個差距未來會唔會進一步擴闊呢？例如話大家慢慢只係願意買幾個月、1年、2年之內到期嘅相對短嘅債，唔敢買30年期嘅長債呢？因為佢哋可能係唔睇好長期美國嘅信用，或者係怕美國解決唔到財政嘅問題，還唔起錢等等嘅原因。當然啦，我都認為美國國債呢，其實1年、2年、3年期到期呢一啲債問題應該係唔大嘅，但係美國長期國債嘅風險呢，爭議性都係好大㗎。正方就認為長債收益率唔會大幅提升，係因為市場依家點解會驚呢？最大一個原因就係特朗普，但係特朗普嘅任期最多剩翻3年幾，佢嘅任期一完，華爾街口中嘅 EDS Risk Premium 就會消失，美國國債就會冇事。另一方面，特朗普依家進行緊美國式化債，一面收取對等關稅去開源，一面裁員啦，或者係削減政府開支去節流，同時逼其他國家將一啲短債啦換成10年期以上嘅國債，甚至係100年零息債。加上咧，美國係全球第一強國，呢一點係相當客觀地冇得 argue 噶啦。美國人只係得3.4億嘅人口，佔全球得4%，但係 GDP 係佔全球超過20%，股市市值佔超過40%，美元佔全球儲備接近60%。人民幣呢，雖然好多人話唔同央行要開始買多啲其他貨幣，但係人民幣呢，淨係佔央行儲備呢，佔比得2% 多啲嘅啫。另一方面，全球超過80%嘅外匯交易係涉及美元，美國嘅軍費支出全球第一，後邊嗰啲國家呢，完全拍馬都追唔上㗎，10個國家總和呢都唔夠美國軍費開支多。有咁多釘嘅船呢，絕對唔可以稱之為爛船啦。一個咁強嘅國家，你談何容易呢違約？所以美國長債嘅風險未必有大家想象中咁大。而反方就會認為美債以至美元呢，背後最大嘅支持係美國嘅信用，而美元同埋美債呢嘅短期前景係取決於通脹、中美博弈同埋聯儲局呢點樣向響應嘅三角形。而其他國家呢亦都有自己嘅盤算。以前好多國家同民主黨 friend，但係換咗特朗普上台之後呢，啲盟友都見識過特朗普嘅朝令夕改、反口覆舌，為咗令到自己安全多一份保障，未來多多少少呢都要減少對美國嘅依賴啦。喺外交政策又好，資產配置又好，需要更加分散風險，所以好多國家同埋地區都開始去美元化，增加黃金嘅儲備，咁樣就會削弱咗長期美債嘅需求，甚至對美元嘅國際影響力。例如中國依家係好積極咁樣推行緊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即係 CIPS。
其實呢個 SIPS 咧就係中國版嘅 SWIFT。其實呢一個系統喺2015年已經上市㗎啦。以前中國企業嘅跨境交易咧係用美元結算，就一定要行 SWIFT，但係依家用人民幣可以直接行 SIPS。以前呢個 SIPS 係冇乜人用嘅。第一個小爆發增長點就係俄烏戰爭嘅時候，美國將俄羅斯踢出 SWIFT 嗰陣，就係第一個小爆發啦，用戶增長。而未來好可能即將迎來第二個爆發，因為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監理總局、國家外匯局、上海市政府最新印發行動方案，表示即將提升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嘅功能啦，同埋全球網絡嘅覆蓋，提高跨境結算嘅效率。睇數字嘅話，舊年 SIPS 處理嘅規模只係 SWIFT 嘅1/5，而且主要係服務於一啲中國嘅貿易夥伴，普及程度仍然唔算太高。不過 SIPS 參與嘅國家同埋使用量增長得好快。2022年至到2024年，SIPS 嘅業務筆數啦，同埋金額嘅複合增長率分別達到35%同埋30%。未來除咗關稅，亦都有科技啦同埋高端製造業啦作為一個催化劑。所以未來人民幣國際化會唔會成為一個質變呢？我哋就拭目以待啦。所以反方嘅朋友會認為，美國未來會走下坡，就算冇大型嘅金融戰或者大蕭條，美債20年後、30年後嘅投資價值都好難確保同依家一樣。大家都可以留言發表下，覺得美國長債安全嘅可以打1，覺得唔安全嘅可以打2。除咗量化寬鬆同埋扭曲操作之外，可以壓低美債收益率嘅方法就係減息，減低聯邦基金利率嘅目標區間，進而影響成條收益率曲線，可以帶動國債收益率下降。如果真係可以喺短時間之內減多啲息，到期嘅債券利息支出又可以大幅降低，又可以推升美債，同時推升美股，大家開心。但係點解聯儲局唔肯呢？所以如果未來有啲咩大嘅經濟危機或者大股災，特朗普一定會喺 Twitter 度賴鮑威爾係因為佢唔減息，所以令到有股災出現。我哋睇到呢，依家特朗普成日呼籲聯儲局要減息，啲傳話佢要炒咗鮑威爾啦，一度令股市出現一個恐慌情緒，因為啲投資者驚，如果特朗普控制埋聯儲局，就隻手遮天，冇人控制到傻佬啦。要知道依家華爾街好多大佬已經轉軚唔支持特朗普啦。福布斯今年4月出爐嘅調查顯示，好多原先支持特朗普嘅華爾街巨頭依家已經轉向，話對佢嘅經濟政策覺得失望，甚至表示投資者信心已經被摧毀。呢一份調查係針對咗50位華爾街最具影響力嘅金融人士進行，包括億萬富豪嘅投資者、大型資產管理者等等。其中超過半數曾經喺特朗普2025年1月特朗普2.0之前支持佢嘅經濟主張，但係依家大部分呢啲大佬已經轉軚。佢哋當中有72% 嘅人認為特朗普政府經濟政策效果唔好，66% 更加明確表示唔支持佢嘅經濟方向，有54% 覺得佢嘅政策失敗。所以用1分鐘去總結呢一場談判就係：加你34%，加你84%，加回給你，加你145%，已經沒有經濟意義，不予理會。已經準備好達成協議，豁免關稅。The art of the deal。究竟總統可唔可以直接減息，或者安排自己中意嘅人去聯儲局做嘢，叫佢幫自己減息呢？原則上係唔可以嘅，因為白宮冇權力干涉貨幣政策嘅決定。其實好多國家或者地區嘅最高領導人呢，係冇辦法直接命令央行做咩決策㗎。香港都係嘅，行政長官唔可以干預金管局嘅決策，李家超佢唔可以直接 order 金管局解除聯繫匯率，同樣地特朗普都唔可以直接命令聯儲局加減息。而聯儲局嘅貨幣政策唔需要經過總統或者係任何行政部門嘅批准。美國呢一套稱為聯儲局獨立性嘅制度設計被視為成熟經濟體系穩定嘅重要基礎。呢一種嘅制度安排源自1970年尼克遜總統施壓聯儲局干預貨幣政策引致嘅惡果。當年嘅慘痛教訓成為咗現代央行獨立性理念嘅關鍵轉折點，亦都係金融史上一定要知道嘅一個故事，因為歷史總係驚人地相似。1971年美國出現歷史性嘅大滯脹前夕，
當時尼克遜總統為咗解決美國嘅經濟停滯同埋美元危機，史稱尼克遜衝擊。佢不但止單方面終止咗美元同黃金嘅兌換，更加直接施壓時任聯儲局主席伯恩斯維持低利率，甚至實施工資物價管制。呢一種政治干預貨幣政策嘅做法，雖然喺短期內刺激咗經濟嘅增長，但係之後引發咗個災難性嘅後果。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嗰陣，聯儲局因為政治壓力未能及時收緊銀根，令到通脹急劇上升。1974年通脹率飆升超過12%，失業率突破7%。美國當時陷入二戰之後最嚴重嘅滯脹危機，當時汽油價格一年可以暴升40%。而超市亦都爆發搶購暴動，成個美國民不聊生。呢一場危機最終促使國會喺1977年修訂聯邦儲備法，明確規定聯儲局嘅雙重使命，包括促進就業最大化、物價穩定同埋適度嘅長期利率，強化佢嘅獨立地位。現任嘅聯儲局主席鮑威爾雖然係特朗普喺2017年提名，但係佢嘅任命獲得參議院84票跨黨派嘅高票率支持，意思就係話佢喺兩黨之間都有好高嘅支持度。而聯儲局理事長係有長達14年嘅交錯任期設計，最長可以達到20年，確保任何一位總統可以喺4年任期內都難以完全掌控理事會。實際上聯儲局嘅決策係需要 follow 翻數據嘅導向，你唔可以話我特朗普提名嘅，我就要聽晒特朗普話。If he asked you to leave, would you go? No. 如果我哋以2018年為例，就算特朗普當時 Twitter 係咁鬧鮑威爾，或者係鬧佢嘅加息政策，鮑威爾仍然堅持完成咗加息4次嘅計劃，直到2019年經濟數據明顯轉弱，先至轉向減息。作為史上任期最長、處理過美國多個大型金融危機嘅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佢講過，聯儲局嘅角色就係喺大家開心參加宴會期間拎走啲酒杯。而呢一個動作從來唔會受歡迎。未來我哋可以繼續關注聯儲局觸發政策評估嘅一啲關鍵指標，例如佢嘅褐皮書多次提及就業增長放緩至10萬以下就會觸發政策評估。而根據歷史，我哋都觀察到，如果10年期嘅債息突破5%啦，或者係10年期嘅通脹保值債券實際利率已經突破2.5%，或者係非農就業連續2個月低過10萬，反映勞動市場惡化，或者係核心 PCE 通脹率回落至2% 等等嘅客觀條件，都會觸發評估或者係轉向。對於股市嚟講，都可能會引發重大波動。如果你問我美債會唔會喺3至5年內崩潰，我認為係唔會嘅。主要啱啱都講過啦，美國依然係不能否定嘅全球超級大國，好多嘅科技上嘅嘢看似俾中國追近咗。但係咁多年來，美國同埋西方國家嘅佈局都唔會一下子話俾特朗普敗晒嘅，喺幾個月之內。而且美國以央行嚟講係持有全世界最多嘅黃金，美國嘅官方黃金儲備量穩定喺8133噸以上，係佔全球儲備總量嘅大約2成。而中國呢，就有2279噸，全球排名第5。相比之下呢，近期黃金嘅大升勢對於美國嚟講係相當受惠，所以我睇美國雖然可能會因為特朗普嘅一啲假新聞啊，或者係亂咁搞損耗咗一啲信用，但係又未至於咁快搞到霸權衰落。如果未來中國同埋美國冇犯下一啲重大錯誤，呢兩個國家嘅博弈呢，分分鐘係要搞10年、20年都未分出勝負㗎。咁但係10年後，我會有個猜想啦，最有可能發生嘅2個結局。結局 A 就係美國保持強大，中國變弱。美國順利解決財政上面嘅種種問題，憑住佢強大嘅金融同埋政治實力，依然穩坐全球霸主嘅位置。佢嘅盟友都聽晒美國之笛。美國呢係可以輕而易舉，中意制裁邊個就制裁邊個。而中國喺人口紅利衰竭同埋內需疲弱嘅雙重困擾之下，佢嘅出口貿易又俾美國同埋佢嘅西方盟友圍堵，喺經濟總量上好難追到美國。就算出現咗類似 DeepSeek
TikTok、華為、比亞迪呢啲具有競爭力嘅科技品牌，喺美國嘅芯片制裁同埋進出口嘅壓制底下呢，都好難完全係出圈或者有好大嘅進步，主要局限喺中國國內發展。而中國喺大國競爭之下，慢慢處於下風，喺國際舞台上面逐漸被邊緣化。呢一個就係結局 A。結局 B 就係中國和平崛起嘅道路相對順利，從此呢個世界有兩套秩序。美國嘅債務同埋赤字問題冇辦法好好咁樣解決，美國嘅信用慢慢變差，而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嘅地位受到好大嘅衝擊。好多國家加速去美元化，轉向黃金同埋其他貨幣資產。慢慢以前嘅盟友同埋小跟班呢都冇咁聽話啦。而中國同埋美國以外嘅西方國家仍然保持住一定程度嘅溝通同埋交流。中國好積極咁樣推動國際貿易繞過 SWIFT， 用中國嘅 CIPS 更加快咁樣去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而隨住科技同埋經濟嘅發展，中國由世界工廠變咗規則制定者之一，慢慢由衣食住行啦到支付應用、社交媒體，中國嘅品牌呢慢慢咁樣滲透喺唔同嘅國家同埋全世界。大家對中國嘅印象改變咗，更加多嘅年輕外國嘅勞動力願意移民去中國尋找工作機會啦，或者係去中國旅行，令到咁多年以嚟一路好疲弱嘅內需好轉。喺未來若干年之後，中國經濟總量呢，有陣時偶爾有望會超越美國，兩者交替做全球第一。大家可以喺留言區話俾我知，你覺得係結局 A 定係會行結局 B？ 至於講翻啲炒嘢嘅睇法啦，股市同埋債市短期啲嚟講，例如話去到6月咁多嘅美債到期，到底美股喺之前會唔會大跌呢？呢個就要睇下特朗普會唔會再搞事去逼聯儲局減息，或者係經濟數據係點啦。但係我睇依家特朗普就算真係搞事咧，都會好似狼來了咁，市場慢慢習慣咗，反應都唔會好似以前咁激烈噶啦。除非佢故意做一啲嘢推冧個市，或者係用一啲手法將經濟數據搞到好差，逼聯儲局去減息，或者係做一啲量化寬鬆嘅行動，呢個因素都唔可以完全排除，所以留多啲現金觀望下都係合情合理嘅。畢竟每一次市場大跌都係一個好好嘅財富轉移機會。至於收息股、內銀股呢一類呢，我知道好多朋友都有嘅。咁喺呢一段浪呢，其實累計升幅都好大，未來可唔可以繼續持有？無論係港股或者係其他資產嘅睇法呢，我都會喺最新嘅免費線上分享會同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上 www.meilayun.com 報名。